弥陀佛。好，下面呢，我给各位大家介绍这一章啊，这一章那内容呢，一看就明白了。但是呢，有的我们互相来提醒，互相提醒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学习，原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。那么这个内容呢，就告诉大家，最可耻的语言是来揭发别人的隐私。你看，经常说别人的长啊，别人的短啊，就这样，哎呀，在背后批评啊，那个用我们这个话呀，话应该是要赞叹，给别人希望，给别人方便，给别人鼓励，对不对？给别人有一个将来性。但是不是你讲的话呢？是来刺激啊，把别人的那种隐藏在内心当中。就是觉得很痛苦啊，知道吗？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这种内心的话，你把它揭发出来，一直揭他的疮疤，让他没有面子，站不住脚，永远没有办法跟世人来好好交往。你看，这个最可耻的语言就是揭发别人的隐私。别人的隐私隐藏在内心当中啊，他没有办法吐露的，可能他有很多的苦衷，可能他有很多自己很委屈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把它揭发出来，这是不道德的，不道德，各位对不对？最卑劣的、最鄙劣的行为是打击别人的善行。哎呀，人家做好，我们应该要赞叹，随喜来赞叹，而不是反过来了。反过来怎么样？人家做好，我们打击别人，见不得别人好，这样是一个非常粗劣的、很卑劣的行为，很粗鄙、很卑劣的行为。这是一种很庸俗，而且没有人格、没有道德的行为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，别人好，我们要鼓励、要赞叹、要随喜、欢欢喜喜的给他赞叹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大家念一遍好不好？这个很简单的话，不必要多解释，但是提醒大家，最可耻的语言是揭发别人的隐私，最鄙劣的行为是打击别人的善行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不应该做这种行为，不应该犯这种过失。那这样，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相处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应该我们要这个是一个人的道德的底线呢，道德的底线，你最基本的原则啊，我们不应该去打击别人，所以我们呢，随时随地希望给别人众生都带来满心的欢喜。那就人间会非常的和谐，一个单位也和谐，一个和谐的单位就是调和嘛，很调和，人与人之间调和，天地就会调和，对，万物就调和。这个人活在世间，各位很有品德，龙天护法就来扶持你，就来疼爱着你，照顾着你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你种了善的因，以后有善的果报。我们一点一滴都是在因果当中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行为，很重要啊！今天就送给大家，谢谢阿弥陀佛。